根據統計，目前咱國內有約3萬個環保人才的工作機會是10年來的新高，而且階級上懸有達7萬人。今仔有一場就業博覽會，來參加展覽的企業有85%有開出 AI 的課，73%要找環保相關的人才。最頭多人主動在單位甲公司人資商談，目標是找到家己理想的工作。這屆博覽會吸引300間企業參加，有92000個工作機會。其中配合政府經營轉型，迎接 AI 潮流 ，AI 甲綠色經濟成做企業腳步的上主點。有85%參展企業提供 AI 工作，73%企業要找做污染防治、資源循環、綠能甲淨零減碳等永續發展領域的人才。因為我本身學化工的，那對這個環保方面，我覺得這樣子的工作也會是基本上是穩定，那也會有一個永續性的一個成長空間。做過電子業，然後我想說換個公司。環境部甲104人力銀行發布領領人才就業出色報告，指出今麥有將近3萬領領工作機會，40年新高。平均每個月有4299間企業招募淨零減碳環境工程、經營領域的人才。根據統計，領領工作者一個月薪水前大班應付7萬人。職缺的變化也可以看到，從10年前到現在呢，很明顯的增加了將近3倍多了這樣的一個專長，在這個薪資上面也更有競爭力。政府可以搭配一些課程，然後不管是在訓練人才，或者是在搭配企業的內訓上面，能夠有更多的支持。這個淨零的一個轉型不只是這個技術，最主要是人才、環境工程，還有這個維育專業的一個夥伴。報告指出，領領專業人才缺口23萬人，面對企業領領人才欠人，環境部推出淨零領領人才培育課程，包含青年學子、企業應屬人員、跨領域求職者攏參加。那得到合格證明，企業表態會優先面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